大家好，而家同大家傾一個已經係流傳咗好耐嘅一個話題，就係呢個全世界最大嘅呢個攻擊嚟偷嘅呢個所謂嘅虛擬貨幣嘅一個國家，就係北韓北朝鮮。我哋通過呢個問題嚟一起探討一下，為乜事一個窮突突嘅朝鮮，竟然有咁強大嘅洗錢網絡，一個與全世界嘅互聯網冇通嘅，根本就佢哋手機連咩係到網絡都冇識得嘅呢個國家，竟然成為全世界最大嘅呢個虛擬貨幣嘅洗錢網絡。首先，我哋先從佢哋而家嘅領袖金正恩嘅經歷講起。金正恩年輕嘅時候係全世界都識得嘅一個公開嘅正常嘅正當嘅洗錢嘅國家，呢個就係瑞士讀書。當時佢喺嗰邊讀嘅呢，除開讀例一啲啲同呢種多媒體相關嘅之外，其他都係藝術性嘅呢種課程。但係呢，佢一定喺嗰邊肯定上過網，畢竟佢喺自由世界，肯定接觸到呢啲嘢啊。但係為乜事你制裁一個國家最快手嘅呢種辦法，就好似當年對待伊拉克咁，就把佢踢出呢個聯合國啊！全世界去揼佢就得啦。為乜事你對佢一個呢個虛擬網絡咁驚？你咪講係其實高過呢個朝鮮啦。所以裡面就有一個問題，為乜事一個耗電量咁大嘅算法，竟然可以製造出咁值錢嘅呢種虛擬貨幣？但係我哋再從人類有貨幣以來嘅呢個歷史嚟睇，嚟對比，嚟思考一下，到底呢個係一個真正係造福全人類嘅一個主動呢，或者係講佢係一個非常大嘅龐氏詐騙？首先，我哋先能睇翻人類嘅貨幣嘅歷史。喺中世紀，全世界最流通嘅係咩？係黃金、白銀做貨幣。但係呢，中國當時嘅宋朝竟然做出嚟一個新嘅嘢，就係一張紙嘅，叫做膠紙。膠紙係咩？就係講你攞住呢張紙，你去到千遠百遠嘅地方，你可以換得真金白銀。呢個係人類有歷史以嚟第一次使用紙質嘅貨幣。到咗後面，到咗近代，人拆樹嘅呢種發展，所以佢哋全世界更加嘅使用呢個紙質嘅貨幣。並且美元之所以值錢，因為當時嘅美元係同黃金掛鈎嘅，只不過呢個魯莽黨嘅尼克森同中共一手之後，把自己嘅美元地位
就拉成第三世界國家啦。所以現在全世界都有可能去對美元嘅地位進行衝擊，所以呢個就係一個美元嘅悲哀。但係呢，而家又流行呢種所謂嘅虛擬貨幣，但係好多嘢上面啲技術，包括呢個保密啊，就係點與點之間嘅技術係冇成熟嘅，仲係喺實驗階段。並且呢個我哋諗一下，普通嘅紙幣，包括宋朝嘅交紙係有黃金白銀做底嘅，包括美元去兌換其他國家嘅貨幣時候都係有黃金做底。但係呢個虛擬貨幣咩都冇有，就靠用一種所謂嘅計算機算法，耗盡好大嘅電，至可以搣得出呢種貨幣。大家有冇諗過呢種做法係唔係一個新型嘅龐氏騙局呢？所以大家要好好諗一諗。假如講全世界突然間冇有電啦，網上嘅信息被黑客黑咗冇有啦，咁你啲錢點樣辦？以前咧就聽講瑞士嘅大使館全部都係全世界洗錢最嘅呢種管家。以前就係傳言，以前係講可能一個按鈕按掣就把全世界嘅錢轉到瑞士。而家呢更加快當，呢種虛擬貨幣嘅呢種洗錢方式，比呢種電子轉帳更加金額更加大，係咪一個新嘅另類嘅某種全球化嘅資金轉移？所以大家要好好諗清楚，呢種資金嘅轉移係對所有嘅人有益呢，或者唔益？歡迎大家留言發表你嘅睇法。多謝你收聽我嘅廢話，歡迎你轉發、點讚、開啟小鈴鐺、追蹤我，都鍾意大家嚟鬧我，多謝你。